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大龍鳳影畫頻道。今日我哋要討論嘅係一套令好多觀眾又驚又凍，但係又忍唔住一直反思嘅電影《美式殺人狂》（American Psycho）。呢套片講嘅表面上係一個睇落精英、衣着得體、言談優雅嘅男人，但鏡頭慢慢揭示，佢內在其實係一個充滿暴力、衝動同對世界深深扭曲嘅人。不過更重要嘅係呢個角色唔單止係個人瘋狂，佢亦都可以反映社會本身點樣被扭曲、被包裝，最後就變成一種集體幻象。咁要點解呢？我哋可以由幾個角度嚟睇。第一個角度就係消費文化會吞噬道德。美式殺人狂最令人窒息嘅地方就係佢用大量嘅精緻、冷靜，甚至有啲完美嘅生活細節，例如有名牌啊、禮儀、品味、職場競爭，去包裹一種逐漸變形嘅現實。主角表面追求嘅係地位同埋成功，但係當你越睇越多，你就會發現佢追求嘅其實係一種睇落嚟正常嘅人生模板。I simply am not there. 呢個社會唔係淨係要求你努力，仲要求你必須用某種方式去存在，包括你着乜、食乜、講乜，甚至用乜方式去控制情緒同人對人之間嘅距離。2 at 9, perfect. See you then. 所以當暴力逐漸浮出台面，觀眾係唔會淨係覺得主角係壞人，更可怕嘅係你會開始意識到，其實佢嘅扭曲並唔係憑空出現，而係被某種價值觀長期餵養出嚟。Fucking loser you are. 而第二個角度就係社會利用標籤嚟替代人。呢套片其中一個核心震撼位係佢刻意將人變成符號。職場係評分，關係就係交換，外表就係身份，笑容就係禮貌，而真正嘅共情反而變成一種奢侈品。當一個社會將人重新定義為一啲可以被管理嘅形象，人就會開始失去界線。你會問：你係人啊，定係你手上嗰啲標籤？你係情感嘅擁有者，定係只係一個表演者？而主角嘅偏差正好將呢個問題推到極端。當你長期只係相信外在可以決定一切，最後你就會用同一套邏輯去看待所有人，甚至包括你自己。第三個角度就係扭曲並唔係只係心理問題，而係時代嘅一個病徵。美式殺人狂唔係單純要你覺得主角其實病得好嚴重，但係你亦都要睇到佢所在嘅環境充滿冷漠、競爭同對正常嘅執着。而正常本身就其實已經被塑造成一種規範，如果你唔跟，就會可能被人排除，但如果你又跟得太貼，就會失去人性。所以呢套戲就用暴力去呈現一種恐怖。當成個社會都以冷酷、成功、距離感做美德嘅話，人就好容易被訓練成一種怪物。Don't make any trouble, please. I suggest you go. 咁最後，我哋可以由第四個角度收束。你覺得呢套戲其實究竟想批評啲乜呢？我就認為佢批判嘅並唔係衣着品味，而係當品味被當成道德，當消費被當成身份，而當成功被當成唯一嘅合理性，社會就會變成一個巨大嘅劇場。而喺呢場劇場入面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就會慢慢失去溫度，最後淨係得返表演。同時，暴力就會被遮蓋、被合理化，甚至會被當成某種掌控力嘅一種延伸。Why isn't it possible? It's just not. Why not, you stupid bastard? 所以美式殺人狂嘅可怕之處就係，你睇到嘅唔單止係一個故事，亦都係一種警號。如果一個社會淨係教你追求表面，最後
你就會失去判斷，而失去判斷性，你就有好大可能走向極端。總括嚟講，美式殺人狂用極端手法嚟提醒我哋，社會嘅扭曲可能就會以正常嘅面貌存在。而當你開始相信幻象，你就會開始失去人性，可能只係一步之遙。如果你鍾意用電影去拆開社會、拆開價值觀，呢套片你絕對值得再睇一次。你覺得美式殺人狂最想恐嚇觀眾嘅係乜？歡迎你哋喺下面留言分享。感謝大家收睇，下次見。